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跨越老死的恐懼。臨終病人嘅靈性關懷。臨終病人嘅靈性關懷係一個非常重要，亦都非常有人情味嘅議題。當一個人走到生命嘅最後階段，佢唔只需要身體上面嘅照顧同埋疼痛上面嘅舒緩，佢嘅內心、情緒甚至乎信仰，亦都可能正經歷緊深刻嘅掙扎同埋轉變。無論病人係咪有宗教背景，靈性關懷嘅核心就係陪佢哋走過最後嘅日子，喺當中揾到平靜、意義同埋尊嚴。乜嘢係靈性關懷呢？靈性關懷唔等於係宗教，佢更加好似係一種人與人之間嘅連結，喺度問喺生命嘅最後，我如何仍然感到平安、有意義、被愛同埋被尊重。靈性關懷通常包含咗4個面向。第一，係生命意義嘅探索。臨終者可能會問：我嘅生命有咩價值呢？我為乜嘢要受住呢啲嘅苦難？其實我哋係唔需要急於俾答案，而係陪對方一齊走過呢啲嘅提問。第二，係存在嘅價值感。好多人會回望一生，想知道自己係咪曾經帶嚟貢獻。靈性關懷就係肯定對方嘅努力、角色同埋存在本身嘅價值。第三，係信仰同埋心靈嘅支持。呢個可能係祈禱、讀經，亦都可能係音樂、自然、藝術或者靜默。重點唔係形式，而係讓到病者個心能夠安定落嚟。第四，係人際關係嘅和解同埋告別。臨終時，人經常會諗到一啲未講嘅說話，包括點樣嚟到表達愛、表達道歉同埋感謝。我哋可以協助佢哋完成心願，讓佢哋帶住平靜嚟到離開。總結嚟講，靈性關懷唔係要解決問題，而係陪伴，係讓一個人喺生命嘅最後，仍然能夠感受到我被看見、我被理解、我被愛。靈性關懷可以點樣進行呢？第一，係傾聽同埋陪伴，安靜嘅聆聽，唔急於回答同埋評價，承載住病人嘅恐懼、疑惑同埋情緒，無論係痛苦、憤怒，抑或係平靜，讓到病人知道佢哋係唔孤單嘅。第二，係鼓勵病人回顧生命，表達遺願，陪伴佢哋傾下人生嘅故事，肯定佢哋一生嘅努力同埋成就，協助佢哋完成心願，例如寫信、錄音、拍照，又或者係道別。第三，係信仰同埋宗教上面嘅支持。如果病人有宗教信仰，可以安排神職人員又或者牧師嚟到去探訪。如果冇宗教信仰，亦都可以透過冥想、音樂、自然又或者藝術帶嚟心靈嘅安定。第四，係邀請家屬一齊嚟到參與。靈性關懷唔單單係俾病人，亦都包括咗佢哋嘅屋企人，引導家屬理解病人嘅需要，協助佢哋彼此嘅和解同埋道別。靈性關懷者需要嘅係咩態度呢？靈性關懷嘅核心唔在於技巧，而係在於人，係關乎關懷者嘅內在狀態、姿態同埋心胸。以下4項嘅態度係每一位靈性關懷者都需要持續培養嘅能力。第一，
係無條件嘅接納同埋尊重。靈性關懷嘅第一步係讓病人感受到我被完整地接納。呢種接納唔係基於佢嘅行為、信仰、性格，亦或係人生嘅選擇，而係基於佢作為一個人嘅專業。呢個係意味住，無論病人係咪友善，係咪願意開口，係咪情緒激動，都給予同樣嘅尊重，唔急於糾正佢嘅諗法，亦都唔以自己嘅價值觀嚟到去判斷對方。接納對方嘅恐懼、憤怒、疑惑，甚至對生命嘅失望。臨終者常常係處於極度脆弱嘅狀態，能夠被無條件嘅接納，係佢哋最深嘅渴望之一。第二係同理心同埋敏銳嘅觀察力。同理心唔係替病者難過，而係願意走入佢哋嘅世界。臨終者可能係因為病痛、失能、孤單，又或者未解嘅心結而情緒起伏。敏銳嘅觀察力係能夠幫助關懷者點樣捕捉到病人語氣裏面輕微嘅變化，眼神、呼吸、肢體動作所透露嘅情緒，同埋可能對方冇講出嚟嘅需要同埋恐懼。有時候病人講我好攰，其實係好想表達我好怕。有時候佢哋沉默不語，係因為唔知道從何開始講起。同理心就讓我哋能夠喺呢啲細微嘅地方真正聽見病人嘅聲音。第三係對唔同信仰文化嘅基本理解。靈性關懷唔等於宗教關懷，但係宗教往往係臨終者最重要嘅心靈資源。因此，關懷者需要具備對主要宗教嘅基本認識，理解唔同文化對死亡嘅睇法，同埋尊重病人選擇嘅儀式、祈禱方式同埋禁忌。呢個唔係要求關懷者成為宗教嘅專家，而係要能夠以開放嘅態度尊重病人所依靠嘅信仰。即使病人冇宗教信仰，亦都要理解佢哋可能係透過自然、藝術、家庭、價值觀等等嘅方式尋找到心靈嘅力量。第四係能夠面對死亡同埋悲傷，並且係保持心理嘅彈性。靈性關懷者必須能夠係同死亡同在，而唔係被死亡壓垮。呢個係需要認識自己嘅情緒同埋界線，接受我冇辦法解決所有問題嘅事實，同時喺悲傷裏面仍然能夠保持穩定同埋柔軟。面對病人嘅痛苦嘅時候，唔逃避，唔麻木，亦都唔過度投入。心理彈性讓到關懷者喺困難嘅情景裏面調整自己，既唔僵硬，亦都唔失去力量。呢種彈性係陪伴臨終者最重要嘅內在支撐。靈性關懷者嘅態度唔係技巧清單，而係一種生命嘅姿態。佢要求我哋以開放、謙卑、敏銳、柔軟嘅心走入另一個人嘅生命深處。當我哋能夠以咁嘅態度嚟到陪伴臨終者，佢哋就能夠喺生命最後嘅旅程裏面感受到平安、尊重同埋被愛。臨終嘅靈性關懷唔係宗教嘅事，佢係一種深層嘅人與人之間嘅連結。真正嘅靈性關懷係陪伴病人走一段佢唔再孤單嘅路，讓佢哋喺生命嘅最後仍然能夠感受到我被看見，我被愛，我被尊重。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
請瀏覽我哋嘅網頁，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